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的台北股市，进前是落破到14000点的大关，创19个月以来的新低点。啊，昨日早盘更加是落破到14000点。财政部昨暝来宣布，国安基金进场护盘。这是国安基金第一届，伫个加权指数还佫伫个10000点的时阵来进场，嘛是史上第8届进场护盘。安尼甲台北股市甲站落了后，早起一个开盘就大起400点，上尾啊是起374点，以14324点来收盘。国安基金决定进场，台股早盘大起超过400点，市场信心受到鼓励，台股中场加权指数收在14324点6点，大起374点。那相关的一些可以留意的族群，包含说可能在半导体、联发科这些比较大型的全指股甚至金控类股，它会是现阶段国安基金去拉抬以及市场聚焦的重点。盘中强势族群包括半导体、航运、台积电起4.89%，联电、联发科起超过6%。金融族群的富邦金、兆丰金拢伫咧大落佮反弹进行。国安基金头一摆伫咧加权指数半点进场，史上第8摆护盘，因为就伫咧前一天股市落超过14000关卡。12号台股盘中上加13928点，比今年高点落超过25%，顶半年落3393点，上市股票市值60条。昨天国安基金呢，算是有一点无预警的宣布进场哦。那其实宣布进场有几个动机哦，一方面当然我们讲最直接的就是11月的这个9合1选举啊，因为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，台股在频频破底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多的这个政策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长期来看，国安基金唔是万灵药，台股敢会当维持伫咧14000关卡，恐惊会阁经过一番震动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